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卫福部长许瑞元，日前登去伊的母校嘉义高中参加校庆，代表致辞的时阵讲，这伫法院哦，啥物死人骨头都有。虽然互在场的师生笑哈哈，但是煞引发着争议，互立委来批评藐视国会。许瑞元事后来表示讲，这个话吼，嘉义人拢听有，但是某一寡天龙国的人都听无。许瑞元早起伫立法院再度来驳回，伊讲即句话本身并无讲骂的意思，伊只是伫伊的故乡用伊的母亲的语言对伊的乡亲来讲话，讲这无值得攻击的所在。这款的回应，国民党的立委林维洲无要接受，认为许瑞元就是失言。电访都还未开始，卫福部长许瑞元就先开嘴。时间不多了哈。那今天为了表达对立法院的尊重哈，所以我们只问一题，好不好？说事情、说东西，但是不是在讲人。我用我母亲的语言对我的乡亲讲话，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攻击的地方。未必笑正经讲话，因为许瑞元昨伫咧母校嘉义高中致辞讲，立法院什么死人骨头豆腐，互人听甲误会。咱哪有可能逐项代志拢捌？但你还去立法院吼，什么死人骨头都有啦。要讲说啊，他们问的问题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本来你原意是这样嘛？本来有这意思但是你讲的不够，第一个讲的不够精确，容易让人误解。我们的对于失言的定义就是如此嘛。这阵台顶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大闹咧改革，不过许瑞元强调家己对事无对钱，是有的都市人较听无代志。某些天龙国的人都听不懂这个台语，所以就过度引申的说什么我是藐视国会。我想这个我也不计较了哈，因为本来他们就不是我的演说的一个对象。所以他不懂，我没有办法强迫他懂，但是要这样去引申然后说到什么藐视国会等等这些，我想就大可不必两边在小战嘛战正烈，许瑞元讲话心血风格，搁一摆引起话题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